喂，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真久无见面，甲大家相见面真欢喜，心内跳跳真欢喜。好，这是咱要来吟诗。今仔日咧，咱来练2条诗歌，一条是174首，一条是484首美调。吼，咱好好来练。咱即摆先献开信息174首。人若结连伫主耶稣，咱先唱较慢的呗，来。人若结连伫主耶稣，做伊家己伊主民，无分东西，无把门户，来记三天无三次。搁一摆又慢慢的摆。人若结连伫主耶稣，就正做伊主民，无论东西，无把门户，大家三天三次。搁一摆呗，来。人若结连伫主耶稣，就正做伊主民，无分东西，无把门户，大家三天三次。好，即摆咱要唱较紧一点点哦，唱较紧一点点哦。本来，人若结连伫主耶稣，就正做伊主民，无分东西，无把门户，大家三天三次。好，安尼有熟无？有。好，请咱献开484首。毋知咱大家知咱的信息拢总为第一首甲第尾首，第几首敢知？517首。517。信息拢总517首，毋知每一首你敢拢会晓唱？我即摆献着484首，我本来自认为吼，我信息拢有熟，献着即首，我无熟呢。好，无要紧。咱大家斗阵来学即首，伊真好听。咱犹原唱较慢一点哦。被上帝那个咱三当家，虽有烦恼是无难路免惊，全部。一摆摆来，心被上帝那个咱三当家，虽有烦恼是无难路免惊，咱不为心最甘无是天，真正着急。好，咱搁唱一摆较紧一点点嘛，咱咧学信息真紧。好，咱搁一摆哦，来变来，心被上帝那个咱三当。全部为心最甘无是天，真正着急。好，请咱陪伴心来做今仔日敬拜，请咱也甲手机关机，也是关静音。
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我要照你的真理来行，互我专一的心敬畏你的名。主，我的上帝啊，我要专心学习你，我要因讲你的名到永远。咱来吟信诗第174首，信诗第174首。人若结连伫主耶稣，请咱起立来吟。咱将用新的概念来告别咱的信仰，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搭身体的总拳头。我用新的概念互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怎人要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咱来交读启应文，启应文第9篇，启应文第9篇。过世得着赦免，罪过得着亚卡梅。耶和华无算伊有罪，伊的心无干杂的。我真正的时，我的骨头孤单。我对你排列我的罪过。我讲。我要对耶和华承认我的过失，因为安尼，伊若虔诚的人，就通找到你的时，就记到你。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你要用得救的歌赐名为我。我要注目看你，来劝诫你。要用马甲姜、马律束约束伊。恶人受济济苦难。恁义人啊，就因耶和华来欢喜快乐。咱同心来祈祷。
亲爱阿爸爸上帝，感谢你赐予阮这个平安的日子，予阮会当伫遮敬拜你。感谢你的怜悯甲恩典，予阮每一天会当活伫你的保守中。感谢你爱阮，予阮无论伫顺境还是困境中，我会当感受到主你甲阮的同在甲扶持。主啊，我要伫遮伫你的面前谦卑，承认阮常常软弱，犯了济济错误，走偏了你所设的道路，无论是心内的骄傲、言语的冒犯，还是行为上的不义，阮拢恳求主你的赦免，求主怜悯，洗清阮的罪，互阮的心灵重新得到清气，会当活出你所欢喜的生命。主啊，今仔日阮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的圣灵伫这圣殿运行，拍开阮的心甲目睭，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语。求你照着圣经的真理，对阮每一个人讲话，帮助阮伫生活中会当挖靠你的智慧，过着圣洁得胜的生活。愿你的话语成做阮生命中的光，引带阮行伫你的旨意中。主啊，阮若要为着阮的教会，为所有兄弟姊妹祈祷，求主你赐下合一的心，互阮的教会会当伫这个世代中，成做你的见证，照光每一个所在。求你保守牧师、长老、执事，甲每一位辅导、甲团契会长，互因伫服侍中得到你的智慧甲力量。也求你赐予每一个兄弟姊妹开力，互大家会当伫信仰中成长，并且伫日常生活中拢见证你的荣耀。亲爱的主，感谢你的保守甲祝福，愿你的平安甲喜乐充满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无论阮面对甚物款的挑战甲困难，拢求你甲阮同在，互阮力量，保护阮，带领阮面对所有的挑战。阮要将荣耀甲恶乐拢归乎主你。愿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新歌队今日要恶乐是伊互我唱歌。
咱安稳伫主身边真自在，拢会当享受主丰盛的主爱。咱来看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民数记32章1节到第2节、5节到第8节、16节到19节，请咱会当看咱周报的后面。流便的子孙，甲家己的子孙，因的真心极其多，因赶紧雅舍的地。甲基列的地是真心的所在，家己的子孙、甲流便的子孙就来见摩西、甲祭司以利亚撒，以及会众的首领，甲因讲第5节，伊阁讲：阮若得到恩典伫你的面前，求你用即个地，互你的奴仆做业，目的带阮过约旦河。摩西对家己的子孙、甲流便的子孙讲：拢无恁的兄弟去征战，也恁坐伫遮吗？恁写书互以色列人履志，无爱过去伫耶和华所赏赐因迄个地啊！我前对家底书巴尼亚找恁的老爸去偷看即个地，因也是安尼行。第16节，因我郡也摩西讲：我要伫遮为阮的真心创条，为阮的囡仔起城。总是阮本身要带军去，行伫以色列人的头前，听候阮带因到因的地方，导导阮的囡仔，因为即个地徛起的百姓的缘故，要踮伫坚固的城内。带阮倒去阮厝，听候以色列人，逐个得到伊的业。阮无要伫因伫约旦河迄边国去的地得到业，因为阮的业是伫底约旦河东西即边。咱将时间，今日牧师要进度的题目是化五界为做祝福。时间交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赐阮信心，会当牵调住你的手，缀你来行头前的路站。希望阮的人生有丰富，总是因为有主你甲阮同在，你甲阮同行，所以阮也免惊吓。也恳求圣神继续运行伫阮的中间，互阮今仔日会借着民数记的记载。写着遮个以色列人过去安怎来军队里，互阮会当来思考阮的一生，阮要行往倒位。恳求主你圣神帮赞，互阮继续牵调伫主你的圣手。阮的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今早起牧师咧祈祷的时阵，我常常回想着过去我初信的时阵，到现在已经有23冬的时间。会安尼想，可能是因为昨下晡妇女团契的聚会，阮去到哈鲁姐的厝呢，叫哈鲁姐有一寡亲切，因为我的妈妈牧师妈，其实伊的姊妹应该是讲伊的阿姐啦吼，她的亲姐姐，嘛是叫伊哈鲁，因为她有一个村嘛吼，所以我来到建成了后，才知影讲哦，咱建成嘛有一个哈鲁姐啊吼，所以不哩亲切。昨哈鲁姐有伫伊的厝有分享一寡。伫伊的人生的中间，一段真大的风景，总是呢上帝保守伊怎样安尼度过迄段风景。可能是安尼的分享，也互牧师今仔日早起伫灵修祈祷的时阵，我就回想我的人生咧吼。伫我初信到现在23年的中间，也有侪试探、引诱、恶担当的事。总是上帝也赏赐真侪恩典，赏赐信心，互我会当牵调主的手，渡过死荫的山谷。兄弟姊妹，当咱回想咱一生的年日，无论你是偌大，可能是30几岁、40几岁、50几岁、60几、70几、80几、90几，
无论你的年岁是偌济，当咱回首的时阵，是毋是也有真深的感触？有真深的感触，到伫现在，咱犹原是满心愿望、行往应允的迦南地，还是已经行足久的，那还袂到位啊吼。亲像有时啊，牧师啊，听到有的兄弟姊妹分享讲，牧师啊，我已经差不多，我足愿望上帝紧甲我接去互我会当安享，安尼互我息了世间的劳苦，我就愿望足较无迄个应允的迦南地，就是天国啦吼。但是我们是还一直持续的很积极的渴慕那个应许的迦南地，还是已经觉得烂嘛不要袂紧啦，凊彩啦，拢会使啦。咱对民数记的记载知影，出埃及第一代以色列人因伫旷野这个充满试探，总是有无限稳定的所在，因最后无法度经过信心的考验。特别伫摩西差派12个人去偷看迦南地的这项事，因哀怨嚎叫，失落信心愿望，互上帝大生气，就无要带因进入应允的迦南地。除了加勒甲约书亚这两位信心的勇士，当咱继续照着读经正道来看民数记，读到32章，出埃及第一代以色列人也渐渐老去，第二代也准备接手第一代还未完成的使命。这时摩西已经照上帝指示，将这个任务要托付予约书亚。要太赢消灭迦南迄个所在所有的住民，可能有人感觉讲，哪会遮尔残忍？人住甲好好是安怎？上帝爱遮以色列人入去迦南地，甲因拢消灭，因为因拢行上帝所看做是歹的事。我们如果对所多玛、蛾摩拉不陌生，那我们就对这件事情应该也不需要有太多的反应，所以约书亚就准备带领出埃及第二代向前进入上帝所应允的迦南地，征战好的征战，要摕到上帝所赏赐属于因的产业。虽然这阵出埃及的第二代无亲像第一代安尼有亲身体验，或者是讲无遐尼深的感触。规个出埃及的过程，因为有个人可能还阁细汉，还阁少年，就亲像阮有时啊听我的大家大官因在分享迄当阵823炮战的时阵，迄因住伫金门嘛，迄当阵823炮战安尼弄来弄去的时阵，因就深深体会。阁来单打双不打的时阵呢，伊个牧师因会出事啊，总是因阁细汉，因细汉囡仔和大人所感受的迄个战争的伤害，那个程度一定不一样。所以对金门人来讲，就感觉讲唔通阁战争啊，有够恐怖的恐怖。总是对咱台湾人来讲，可能就咱的感触就无遐尼深。我们可能只是从影片啊、电影啊什么，大致上有感受到那种战争的恐惧，但是真正有亲身经历。怎么样躲防空洞？怎么样看到厝边隔壁是西人那个被炸弹那个碎片弹到整个肚子破掉，然后肠子从肚子里面就这样子跑出来。我听我婆婆说，他们就看到有些人啊，就是肠子跑出来，抱着肠子去躲防空洞，还残存的有一口气的时候，那个画面真的很难想象。就算想象了也很难，就是你真的站在他旁边，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这群出埃及的第二代无亲像第一代安尼遐尼深的感触，规个出埃及的过程，总是出世伫旷野出世成长的第二代，也捌亲自见证上帝的供应、固守甲关联。譬如讲，上帝有带因安怎？经历遐个旷野迄个征战，也有玛纳、鹌鹑安尼，互因养饲，甲因养饲。
所以就伫这个第二代出埃及的第二代，就因准备出发向迦南地进前的迄个时阵，因搁一处发生一个通威胁规个信仰团体的危机啊！就在他们蓄势待发，非常的蛮有信心的接棒，然后要往迦南地前进的时候，又有一个危机出现了。出埃及的第二代，敢袂亲像第一代安尼，互上帝大生气，互上帝气杀伫旷野。历史的悲剧，敢会搁一摆来发生？咱来看经文，今仔日的经文32章的第1节、第2节、甲第5节。咱来看旧部后壁面，牧师已经甲大家分段分好了。咱来看第1节、第2节、甲第5节，咱做伙来读，请。流便的子孙，甲迦得的子孙，因的情生极其多，因看见雅舍的地，甲基列的地，是通饲情生的所在。迦得的子孙，甲流便的子孙，就来见摩西，甲祭司以利亚撒，以及会众的首领，甲因讲。阮若得到恩典伫你的面前，求你用这个地，互你的奴仆做业，无得带阮过约旦河。伫民数记的21章，咱若有照读经进度来看，伫民数记的21章就捌讲，当即阵以色列百姓往迦南地进前的时，因要挖掘摩押的迄个境界的时阵。以色列就差派使者去见阿摩利人的王西宏，恳求伊通容允以色列会对伊的领土安尼经过，也挂保证讲，阮遮的一大町200-300万人哦，绝对袂偏伫田园甲葡萄园，也袂啉井内的水。阮就独行大路，直到以色列经过。因的领土，这就亲像咱要对台北到伫高雄，咱一般啦正常来，咱若开车去对台北开到高雄，正常会开高速公路，我们不会去走省道啦，哈。一般情况，迄个高速公路的关就亲像是伫阿摩利人的王西宏的手中，当以色列差派使者恳求阿摩利人的王西宏容允以色列会当行迄个高速公路，并且因着答应讲，阮对台北吼安尼行为高雄嘛，阮经过桃园、承德、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南、台南的时阵，咱绝对袂吼为交流道安尼落去趁火打劫。因讲，阮挂保证，阮就直行这个大路，我们不会去搅扰你们当地人的生活，这样子。总是吼，阿摩利人的王西宏因唔准，唔通，开什么玩笑？你们200-300万人这样子，大队人马这样经过，说不会打扰我们，应该是骗人的，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因唔准。阿摩利人毋但拒绝以色列的恳求，阁出兵攻击以色列。感谢上帝有保守，以色列大获全胜。以色列就占领迄个所在，向乡下暂时扎营伫遐。所以伫第1节所讲的雅舍的地甲基列的地，就是伫迄当阵摕到的一个所在。迄所在山野的草花实在是足有够茂盛的，是通养饲情生的所在。伫这个时阵呢，以色列就占领了那个地区了嘛，吼。这时有养饲侪情生的流便甲迦得的子孙，看到这个地区有够好，有够舒适的，对阮的情生有够好，因就伫心中拍算。嘿，就算讲后摆吼，阮到伫迦南地吼，上好可能也差不多是安尼那定啦。若是安尼，我们何必要这么大费周章了？搁要入去迦南地咧？
何况伫迦南地，阁有真侪危险伫头前咧长等，敢毋是安尼吗？毋过吼，阁有人咧想讲，正是应允的所在是对古早到现在因所坚持的信仰甲使命。如果因无要入底，大家入去，对大家入去迦南地，就一定要有一个真好的理由来说服家己，也说服别人。这个理由，互因找到啊！这个理由就记载伫民数记的第9章。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了后的第2年的正月14的黄昏，摩西就照上帝指示，吩咐以色列百姓守盘过节。毋过，迄当阵有一寡人袂多合，伊无法度伫迄天守节。就要上帝就用阮迄阵袂多合的人，会当伫其他的日子来守节。这个破例啊，这个例外，诚做流便甲迦得子孙心中一个通讲条件的空间。随望守盘，伊就想讲，既然守盘过节遮尔啊重要的代志，就会当有其他的可能性。若是安尼，进入应允所在这项事，是毋是也有其他的可能？就是讲，咱会当毋免入去迦南地。迦得的子孙甲流便的子孙就安尼去找摩西，找祭司以利亚撒甲会众的首领，爱要来讨这个恩典。因看现在的生活最满意，无要承担，因无想要阁承担未来会进入迦南地所会拄着的遐个危险。讲较好听是因尽知足。讲好听是他们很知足啦，实际上却是真消极，无信心，无贴心，也无仰望。信心、仰望、仁爱，因一项都无。对伫迦得、流便这两个支派的消极，咱来看摩西。摩西借着伊对上帝的信心，借着伊对以色列全会众的贴心。伊对领受呼召，伊对起初到伫最后，伊的所行所做，拢积极仰望上帝的应允会实现的迄天。就算讲摩西已经受拖累，无法度进入应允的所在，伊也袂捌看轻上帝的呼召，伊犹原奋兴正直，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伊的上帝。虽然摩西伫伊在世的时阵无法度进入迦南地，总是咱伫读福音书的时阵就知影，伊甲耶稣做伙已经徛伫迦南地迄个关山顶。这就是超越咱所求所想的恩典。咱伫即个充满试探、俗世的旷野，是积极行往应允的所在。还是一直是消极曲变的。耶稣来，伊讲，人子来，毋是要找用人，是要互人找用。兄弟姊妹，伫教会内底有发现，有的人的敬拜是真积极、真主动；有的人的服侍是会举一反三，会加行一里路。伫服侍的过程，遮的人会不断学习、调整。常常会互家己的心意、心智换新来变化家己。总是，咱也会发现有一寡人，另外有一寡人的敬拜是消极。人坐伫遮，总是心无伫遮。有一寡人对伫服侍也是会闪就闪，会迷就迷，完全无想要做耶稣的学生，无想要甲耶稣背十字架，无要甲耶稣同行。迦得甲流便的子孙，现在的现况就是安尼。因无想要继续向前行，因无想要搁付出代价背家己的十字架，因只有想要停伫遮。所以摩西听了因的求讨，摩西就真无欢喜，甚至有淡薄仔生气，就甲因提醒。咱搁来看第60到第80。
今仔日的经文第60到第80，咱看做伙来读，请。摩西对迦得的子孙甲流便的子孙讲：总无恁的兄弟去征战，也恁坐伫遮吗？恁写书互以色列人落字，无爱过去入耶和华所赏赐因迄个地啊！我曾对迦地书巴尼亚找恁的老爸去偷看迄个地，因也是安尼行。摩西实在有够烦恼，够生气，就责备迦得甲流便这两个支派，因为第80摩西所讲的，遮个以前对迦地书巴尼亚找恁的老爸去偷看迄个地，这件代志就是迄12个12个探子。去偷看迄个地转来的时阵，迄12位领袖有10个所讲的，拢是一寡真负面的代志。所以这项代志，互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人拢死伫旷野，就是因失落对上帝信心甲仰望，也失落对东盘的疼心。当迦得甲流便这两个支派所恳求的，同款也会造成其他10个支派的心来累积，甚至互规个族群阁来拆离。是安怎？因无要和阮做阵来去，啊，阮伫遐征战拍甲安尼，要死要活的时阵，啊，因伫遐翘脚念喙手吗？这个时阵，规个团体一定会互拆离的。这阵出埃及的第2代以色列人将会重演历史的悲剧。伫基督的内面，咱是一家人，是一个整体性的存在。伫圣神合一的团体，咱袂当只有想到家己的利益。耶稣伫新的诫命一直伫命令，一直伫强调，咱着爱彼此相疼。彼此相疼，就是爱定定想到彼此。毋是只有顾家己啊，毋是只有顾家己。牧师举一个例，牧师伫初信的时阵，有一个机会参加有一个荒野保护协会，好，一个荒野保护协会里面，它这个组织它里面有一些团队，就好像我们一个教会里面有很多团契这样子，好，那他们里面其中一个团队叫做旋风团。这个旋风团的团员都是父母跟他的小孩，就是他的小孩都是未成年的孩子，这样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的情色团契。那他们的宗旨呢？这个旋风团的宗旨他们的诉求就是每个月2个周次，有专业的人员会带领团员们进入山林里面做一系列的生态导览跟体验，并且可以从中学习。尊重这个丰富的生态当中的各个物种，好，这是旋风团。像这样的生态导览跟体验，对伫上帝的认捌上帝创造是一个真好的机会。总是问题就在伫伊活动的时间拢排伫拜6礼拜，因为有时啊爱去外口住就是拜6礼拜，安尼2天1夜，像咱情色团契这2天2天1夜，他们生活营。这个时间对伫每主日爱做礼拜，阮来讲是一个真困难的选择。到底是要来做礼拜，还是要参加迄个活动？最后，我就向上帝请假。我的理由是敬拜，到倒位拢会通敬拜。何况是伫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来敬拜，安尼毋是足好的吗？有道理无？大家拢毋敢出声，有道理无？敬拜4季拢会当敬拜嘛？啊，伫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来敬拜，毋是拄啊好那尔？安尼对嘛？好，所以呢，我就说服自己了，我就去了。好，我就开始带带一个牧师，带迄当阵还没有子爱，叫子瑜子群，阮4个人就做伙去参加遐活动。当时的我伫咧属灵的性命内面，就亲像一个囡仔，
只会晓是一个只会晓顾家己的基督徒啦。我迄当阵完全无想到，我的即个决定其实会带予即个信仰团体某一种程度的伤害。是安怎我错去佚佗，毋是佚佗啦，是体验活动嘛。是安怎我这个决定是会带予即个信仰团体的伤害呢？我后来有反省，我就想讲，当我安尼做的时阵，遐会定定教导我、关心我的长老，遐会定定听我道本数、陪伴我、为我祈祷团契的契友，因是毋是会感觉啊？哪会安尼？姊妹吼，哪会粗心吼？无采伊进前上课上只要真理的时阵，阁遮尔火热，哪会无偌久就安尼消风去吼？哪会拢无要来做礼拜，一直咧请假安尼？因敢会感觉足累志的？我毋知啦，我无问啦。总是若是照着我即马做牧师的即个想法来转去想吼，我会感觉讲是有影有较无彩啦。吼，啊，阁有咧，毋但安尼，阁有对伫做伙服侍的当工，因为我初信一开始就真火热，我就参加圣歌队，参加敬拜团。对伫遐的做伙服侍的当工，我是毋是会造成因另外的负担？迄是会互一寡毋是遐尔啊稳定的当工，也是感觉讲啊，既然因会当请假吼，安尼我嘛会当来请假啊，大家来请假啊，哪有要紧？凡事拢有人嘛，无差我一个，吼。姊妹因兜会请假，我嘛会当来请假，轮流来请假，警察换班嘛。当时的我就亲像家己甲流鞭，只有想着家己的囝，却无想到背后可能发生的遐个蝴蝶效应。就伫我上帝请假几若摆以后，我内心忽然感觉真无平安，就是有一种毋是遐尔啊实在的感觉。亲像今仔日圣歌队所吟的诗歌，咱来看圣歌队的迄个歌词，所吟的歌词的第三段，就是第三段的第四句，讲满心忧愁无和谐。迄当阵我的内心就无和谐、无平安。总是感谢主耶稣安慰我的心，佮告诉我，然后恢复我美妙的声音，就是恢复我继续会当转来敬拜。当我有迄种感受的时阵，我相信迄是圣神的提醒。我搁一次认真来思考我当时的决定。我当时的决定，我感觉我的决定真正确啊，像拄则大家也无反对嘛，对无？大家拢感觉真正确啊。总是我就开始反省，开始思考。伫迄当阵，上帝就互我知一项事，就是例外。我们可以有例外，我们可以有不可抗力的时候。毕竟人生嘛，我们本来就无法像上帝一样掌握一切，可以有例外，但是这个例外却不能成为常态。这个例外却不能成为常态，可以有不可抗力，但是我们不能一直把这个拿来当作互家己感觉便宜行事的借口。咱继续来看第16节到18节、19节，最后一段的经文。咱做伙来看16节到19节，咱做伙来读，请。因我阮摩西讲，阮要伫遮为阮的精生创调，为阮的囡仔起城，总是阮本身要带军去，行伫以色列人的头前。听候阮带因到因的地方，独独阮的囡仔，因为即个地徛起的百姓的缘故，要踮伫坚固的城内，阮毋倒去阮的厝，听候以色列人大家得到伊的业，阮无要甲因伫约旦河迄边过去的地得到业。因为阮的业是伫约旦河东西即边。
迦叶甲流便两支派听了摩西所讲的遐个话，连面因就认罪悔改，并且摩西挂保证讲，因为大神将因的精生创调，为因的囡仔，当然还佫有妇女、负心人来起城，将因好好啊安置伫雅舍甲基列的迄个所在，然后因即阵囡仔20岁以上通征战的查某中，为甲其他10个支派渡过约旦河，直到所有的支派，所有遐10个支派拢承受家己的产业的时阵，因才阁倒转来约旦河东西即边，就是因现在所看做是好的所在。顺服就得到祝福。顺服也绝对毋是只有靠嘴安尼讲尔。咱着知，迦叶甲流便两支派，囡仔20岁以上通相战的查某丁，因若拢缀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迄边去征战的时阵，因所留落来的负心人、囡仔甲精生，安怎就一直爱有人照顾啊？照顾无啥物问题，因为负心人就会照顾精生、照顾囡仔，总是若是有对敌来攻击的时阵呢，他们外围其实围绕了很多外族，对他们都虎视眈眈，他们的牲畜这么的多。我如果把这个打下来，哇，我就很惨哎。啊，他们所留下来都是20岁以下。啊，无啥会晓征战，啊，佫拢是负心人、囡仔、精生，因敢会放心？就伫因认罪悔改转向上帝的时阵，因就大有信心。因借着即款的信心，将遮的后顾之忧全部拢交予上帝。在伫人所袂话，在伫上帝凡事拢话，遮尔大的信心，上帝就亲自固守因的产业。因的产业真好势伫遐，所以等因和遐10个支派做伙去过约旦河迄边征战，好征战了后，因阁倒转来，到伫约旦河东西即边的时阵，因的产业阁真好势。兄弟姊妹，伫基督，咱是一个合一的团体。如果咱的温事，迄是咱所领受的号召，毋是带头的迄个角色。至少，咱毋通成做迄个扯后腿的人。当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带咱出埃及，领受基督徒这个身份甲呼召的时，咱一路伫这个俗世的旷野军队分条火条，行往迦南地的这个过程，咱也有可能会误解上帝的意思，亲像拄则牧师所分享的。我就误解上帝的意思啊，感觉讲啊，伫遐来敬拜同款啊，吼，搁较好势安尼。有可能咱的即个旷野下底漂流的过程，咱也会误解上帝的意思，直到逐人行偏路，也有可能会误解咱彼此的心意。所以，咱信仰团体就有可能会产生无必要的纷争甲冲突。咱实在爱求主保守咱的心，赢过保守一切，互咱定定会当伫基督的听内面来反省、认罪悔改，用心智换心来变换家己，将一切误解拢变成做祝福。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用永远的听来听阮。用分条火条引带阮行旷野的路，对你所启示的，若有错误的理解，愿阮会当常常伫敬拜甲基督中警醒，踮伊来调整家己的心思意念。求主也帮助阮，千万毋通硬心，无要听叹圣神的提醒。愿圣神时时保守纵阮的胆，坚定军地，互阮会当一生拢甲主相同行，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来用回应诗，
第484首，484首比调，信拜上帝，若搭咱三同行，写咱起立来吟。请坐，请今仔日招待者来进行奉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坐，咱来掀开周报来看公道的事项。当咱因为误解上帝心意来行偏路时，愿圣灵会当提醒咱，互咱归正。咱也为着基体、率因姐、德明兄、清光兄、金秀姐、刘老师、秀龙姐、张梅姐、苏金兄、佩仁姐、以诺小朋友、杜昭、雅娜、怡君、志坚、沈淑慧、李追兄、倩茹、任吉兄、曹太牧师、
永晴，永晴是佑书的姐姐二姐，昨天刚进行手术。那咱为着教会兄弟姊妹会当伫真理上，不断的追求，咱常常渴慕上帝话，读圣经，会当成做咱的帮助。咱也为咱这个世界上因为国家之间宗教，还有经济贸易等等的因素所造成的紧张冲突、甲战争，求主来怜悯，能够让公义彰显，咱会当出声来为着这会公道的事项来做祈祷。上帝，主啊，满心感谢主你的听，主啊，阮知，阮若要提名为着主，做家是阮的名，求主你为着咱肢体，会当人民有当得到充满，当得到主啊，亲爱的主啊，求主保守阮的教会，会当继续以传福音、当宣教做阮的使命，咱保守每一个家庭姊妹，会当行伫主的话语中，最盐最光，将最主的见证。我们特别为需要安点子，心里很痛。感谢主你在无算，求主你常常，咱为着要祈祷，求主你帮助我。亲爱的主啊，求主保守阮的教会，会当继续以传福音、甲宣教做阮的使命，保守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行伫主的话语中，做盐做光，成做主的见证。我要特别为着有需要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无论是身躯的病痛、心灵的重担，还是生活中的困难。求主伸出你的伸手来医治、安慰、甲扶持因，愿你的平安、甲力量伫因的生命中显现，互因无论伫困境中，同款会当倚靠你，经历你的同在。主啊，求你赐下你的平安，互阮伫今仔日的崇拜以后，会当用更加坚定的信心，行伫你所预备的道路，互阮伫每一天的生活中，常常回顾你的恩典甲呼召，活出你的真理甲听，愿一切的荣耀拢归于你。阮也要用主所教示的主祷文，三甲基督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阮的人，无伫传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为国、关年、因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咱来看报告的事项，教会消息。咱今仔日主日昨甲今仔日8号到9号。青社团契有举办2天1夜的生活营，咱一个牧师甲因干事拢一起参加。因去的所在是皇后镇森林伫个万里金山遐，请为着青社团体大大细细，拢总28人出入平安后来教会奖学金开始接受申请，咱是要伫3月23号主日颁发。奖学金发放的办法，咱公布栏遐有公告咱申请到3月16截止。后来4月6号礼拜，咱要举行清明联合追思礼拜。按联合追思，咱是采登记制会讲登记时，按请注明你是早起的台语礼拜还是华语礼拜咱反正每一场咱会交咱个人的照片，你也无换就不用
应该原本资料都有嘛，好，如果除非要换再拿，哈。那咱注意故人，咱的故人来讲，以2张照片为限，好，讲如果台语礼拜、吉怀礼拜，好有共同追思故人，2场会当追思礼拜，会当无共款，会当并有4张，哈。所以因为咱故人哈，就是我们时间上我们要稍微做个哈。然后，若要参加联合追思的各遗族，咱上办这相片，吼，咱伫后主日3月23，吼，到爱伫咱的柜台遐登记，吼，柜姐登记了，将相片交咱的干事，吼，也把它排列到咱的影片。后来，各团契会长要伫后一季，爱将后一季4月甲6月聚会内容的服饰安排。伫3月16号进行到干事会诊吼，咱要编迄个时间计划表。团体消息，台北中会乡里部有举办北越双龙湾5日领袖旅游哈，时间是5月5号到5月9号，费用报名到3月15哈，额满截止。有要详细，请会当迄个乡里团体会长、美美会长哈，以上。后来。红的面色，吼，请咱大家看爽哦，来经济。牧师要补充哦 ，OK， 好来，咱台音上音，信息512首，信息512首，请咱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扶持甲帮衬，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岛避讳。